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共读，我们要请佑佩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请问佑佩有在线上吗？刚才好像看他有登出。好 ，OK， 好，那我们再一次哦，大家平安，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共读，我们来请佑佩执事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是怜悯的神，你是我们唯一的神。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谨慎遵守你的律法，请你帮助我们从圣灵得到各样的智慧，能够充分地认识上帝你的旨意。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Amen。好，我们昨天提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盖在这个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呢，就是这个亚劳拿，或是这个亚劳拿的禾场，或是叫做阿尔南，或是他们是一对兄弟。而这个地方虽然上帝要毁灭，但是因为大卫这边认罪悔改献祭，并且大卫付上代价，让这地方成为世世代代永远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本来是一个要带来灾难祸患，但是却成为祝福，甚至成为以色列的祝福，也成为全世界的祝福哦。好，那这也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而我们昨天看见大卫他一连串的迷失，就是以至于来得罪上帝上帝没有要他数点人数，但他为了某种的原因去得罪神。而约押也用了9个多月的时间去计算出全以色列的百姓人数，扣掉了便雅悯支派，还有这个扣掉利未人和便雅悯支派。但是在上帝让大卫选择当中，大卫他用最短的方式，但是也是威力无穷，而且大卫他也在这当中披麻认罪，所以上帝就施恩让大卫告诉大卫有路可走，就是要去购买这一块禾场，甚至后来大卫买下是整个地整个山，以至于呢在这边献祭也平息上帝的愤怒。而大卫也在这边历代志也记载，大卫他不能前去激辩因为他不敢离开大卫城，不敢离开耶路撒冷。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的是第22章。22章呢讲到大卫他做预备，就是要来建造圣殿。那这个第1节呢，有的是跟第21章的最后一节放在一起。讲到这个地方就是阿尔南或是亚劳拿的这个禾场，就是圣殿要建造的地方。而里面呢提到了大卫为圣殿所预备的各样的材料，非常的清楚。而第2个提到大卫他也耳提面命，当面告诉所罗门要为上帝来建造圣殿。而17到19节，大卫不仅告诉所罗门，甚至也告诉以色列的众首领，要来协助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立圣殿。那今天这一段呢，是在撒母耳记看不到的，在撒母耳记上下看不到，只有在历代志才有提到这一段的记载。好，那么就来看今天这段的经文。好，请 Nancy 来带我们读22章的第1节到第5节。佑佩有在吗？哦，好，不好意思那22章1节，于是大卫说：“主上帝的圣殿将建造在这里，这里是以色列人民献烧化祭的地方。”大卫王命令所有住在以色列的外侨聚在一起，指派他们开凿石头，预备石块做建筑圣殿之用。大卫供应大量的铁，用来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供应大量的铜，多得无法可称。泰尔和西顿的人民又给大卫运来了许多香柏木。大卫想，我儿子所罗门要建造的圣殿一定要金碧辉煌，闻名世界。
可是他年轻又没有经验，所以我必须把一切预备好。因此，大卫在未死之前准备了很多材料。好，谢谢。那在这里提到了第1节，就是21章的最后1节，同样这个地方，所以将建造在这里，这里就是亚劳拿或是阿尔南的禾场。而大卫命令所有的以色列的外侨，就是寄居的，也要在一起啊，并且让这些非以色列人，因为当时的大卫的国家已经非常强盛。我们从前面的18、19、20这3章知道大卫平定东西南北这些的敌国，而且大卫的名声远播许多的国家都来进贡，所以大卫用外侨持拜他们开凿石头，预备石块，还有大量的铁，还有铜，还有香柏木。这香柏木呢，是来自于遥远的这个北边的山上，也没有办法从北边直接运来，所以它必须我们在这个第17章的时候有看到这些香柏木呢是从这个黑门山上运到了这个推罗西顿的地方海边，然后搭船，然后再从港口运送陆路运送到耶路撒冷，所以是非常的费时。而且这些香柏木呢，都是又高大又直所以这些都是巨大的神木。而这些的材料呢，是大卫要给所罗门来建造。所以大卫想，第5节说，大卫心里面想呢，这是他的想法。我儿子所罗门要建造圣殿，一定要金碧辉煌，然后呢，要闻名世界，就是要不是所罗门，也不是圣殿，而是要上帝的名声要传遍万国。但是呢，儿子所罗门年轻，没有经验，所以必须要大卫的责任是什么？必须把一切预备好。所以大卫在他未死以前就做了很多的准备了各样的材料，金银铜铁石头香柏木这些都不是随随便便路上捡来的，都是大卫用心去收集。因为大卫本来要为耶和华盖圣殿，但是上帝拒绝，但是上帝允许与大卫的后代，同时也坚定大卫的后代的王位，直到耶稣基督。那在所罗门盖尔圣殿当中呢，虽然我们直接看不到这些香柏木，但是这些的石块凿出来的石头，还有这些金银铜铁，那包括铜柱、铜祭坛、铜海、铜这个盆座等等，然后里面的金包括约柜，然后这些灯台、陈设饼的桌子，这个桌子是香柏木制成的，等等呢，都是所罗门所建造的。那这张更清楚，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预备呢，并不是所罗门的时候，因为所罗门接替王位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是他接替王位的时候呢，其实大卫就已经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预备这一些的材料，为的呢就是大卫心中的蓝图，要为耶和华盖一座圣殿。虽然这个圣殿并不是按照上主指示摩西的会幕来搭建，但是却是大卫对上帝的心意那我们接下来再读第6节到第10节。第6节，大卫召儿子所罗门来，交代他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建造圣殿。大卫对他说：“儿啊，我本来想为上主我的上帝建造一座圣殿，可是上主对我说，因为我杀过许多人，打过很多仗，流过许多人的血，他不要我为他建造圣殿，但是他给我一个许诺，他说你会有一个儿子，他统治的期间国泰民安，因为我要赐给他平安的日子，不受四围敌人的干扰。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因为在他作王的期间，我要赐给以色列人民和平安全。他要为我造一座圣殿，他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父亲，我要巩固他的王朝，永远统治以色列。”好，谢谢。
那大卫在这边做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就是对他的儿子，大卫有至少19个儿子，所罗门是排行第10，告诉他交代他为上主要建造圣殿，但是大卫先承认上主对他所说的话，就是他本来想要做的事情，上帝不允许，原因就是因为大卫杀过许多人了。那这个人呢，当然也包括所罗门的妈妈，就是拔示巴的前夫先生，就是乌利亚。同时打过很多仗，流过许多人的血，所以上帝不要大卫为他建造圣殿。好，那大卫也很诚实的跟儿子讲他自己这些不堪的事情。但是第9节，上主给大卫一个承诺，所以大卫本来想，可是上帝不要，所以大卫领受上帝的承诺是说，你会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的统治期间，那这几个字都跟所罗门名字的意思是接近的，国泰民安，平安的日子，和平安全，而这个儿子的名字就叫做所罗门了。但是因为呢，这是所罗门已经生出来，第6节，大卫召儿子所罗门来啊，所以是所罗门已经出生，也已经长大，甚至已经听得懂大卫在讲什么话。所以大卫在告诉所罗门，为什么你会出生？为什么你的名字要叫做所罗门？因为就是来自于上帝的应许啊，而这个应许呢，就是上帝同在的记号。所以不仅是在大卫王朝、大卫家世，也是整个国家都要上帝透过这样的应许、大卫之约，带来和平、带来安全。而上帝第10节，上帝也大卫告诉所罗门，就是上帝的应许当中，包括这个所罗门也要为上帝来造一座圣殿。所以上帝不拣选大卫，拣选所罗门，因为所罗门没有至少像他的父亲杀过人、打过仗、流过血。那所罗门他是一个婴孩一般，那或是他像是一张白纸一样，他就是能够全心全意的来建造。而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上帝说对大卫说，你的儿子他所罗门要做我的儿子，我上帝要做所罗门的父亲了。所以不是上帝不是要做所罗门的阿公，上帝也要做所罗门的父亲，上帝做大卫的父亲，都是一样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呢，就是让大卫和所罗门之间是没有距离的。而上帝的应许，我要巩固他的王朝，并且永远统治以色列。那再一次提到，这当然就不是指所罗门，所罗门也没有永远做以色列的王，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啊。虽然是这里指的是所罗门，但是就是到大卫的后裔，讲的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上帝要大卫要明白上帝所要做的事情。而到底所罗门几岁？到底大卫这时候几岁？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对照撒母耳记上到下的时候呢，那这个事件的发生，其实是在这个撒母耳记结束，然后到撒母耳记下结束，然后到列王记开始的当中所发生的。撒母耳记的下的最后一章的结束，就是这个亚劳拿的禾场的事件。而列王记上的开始呢，就是这个所罗门大卫年纪老迈的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呢，是在补充在撒母耳记下到列王记当中没有记载的事情，就是大卫和所罗门的对话。但是呢，所罗门年纪大概差多少呢？大卫当王的时候是30岁，做王40年，然后40年他就日子满足而死，所以大卫死的时候大概是70岁。而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所罗门当王的时候是20岁比大卫还早了10年当王所以扣掉70减20就是50所以大卫跟所罗门大概差了50岁，意思就是说到大卫50岁的时候才生下的这个所罗门。那50岁的时候，可能大卫就想要建造圣殿，可这段时间他儿子才刚刚出生，他没有办法懂他的事情，所以他到一个年纪，可以告诉所罗门，事情要建造圣殿的时候，大卫就应该如同这张图应该就是在60、70岁当中了。但是我们今天60、70岁看起来都不会这么老。然后这所罗门大概是在20岁以下，20岁以下，可能在15到20岁之间。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的记载22章，大概就是大卫65到70，所罗门就是15到20，
这段当中的年纪，一个10几岁的青少年或是年轻人，今天我们来看是很年轻，但是呢，大卫告诉他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大卫继续对这个年轻人来说，那我们再请佑佩带我们来读11节到16节。好，大卫继续说：“儿啊，愿上主你的上帝与你同在，愿他信守诺言，使你顺利地为他建造圣殿。愿上主你的上帝是给你真子左见，能够按照他的法律治理以色列。如果你遵守上主借摩西吩咐给以色列的一切法律诫命，你就会成功。你要坚强勇敢，不要害怕，也不要沮丧。至于建造圣殿的材料，我已经尽力积聚了约3400公吨金子和34000公吨银子，可做建殿之用。另外还有无数的铜和铁，我也预备了木材和石块，但你还要多加预备。你有许多工人，有石匠、泥水匠和木匠，还有手炼的工匠，能用金银铜铁铸造东西。现在就开始吧，愿上主与你同在。好，那这段也是圣经当中唯一可以看到的，大卫到底预备了多少的材料。好，那这里讲的大卫3个愿，愿上主与你的神与你同在，愿神信守诺言，使你顺利的为他建殿，愿上主你的神赐你真知灼见，能按照神的法律治理以色列。好，所以大卫也很清楚的告诉所罗门，他一定要有上帝的同在，而且要能够依靠上帝的话来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还有就是要来学习上帝的话法律，好来治理这个国家和百姓。好，所以这是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继续的交代。同时呢，好也是像摩西为以色列的祝福一般，好，如果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如果不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好，但是这边是讲的是祝福的部分。如果你遵行上主借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一切法律诫命，你就会成功，成功的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成功的为神建造圣殿，成功的治理以色列这个国家。好，如果你没有按照的话呢，好，那就会带来就没有办法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大卫对所罗门的要求就是要勇敢，不要害怕，不要沮丧。那大卫最后才报告，这个年纪60几岁的大卫，打了许多的战争，从年轻到年老，他准备的材料什么呢？金子、银子、铜、铁、木材，木材就是香柏木，还有凿出来的石块这些拿来盖房子。好，那金子、银子都有重量，好，这个重量呢，是有单位的，在和本是翻成10万他连得，现在做译本已经帮我们全部翻译，都已经计算出来，就是3400公吨了。3400公吨，那3400公吨就是1000公斤。好，那还有呢，34000公吨的银子。另外呢，铜和铁是大于金，就你可以看到，银子已经是金子的10倍了，那铜呢可能又是银子的10倍那铁呢可能又是铜的10倍好，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下去的话，哇，这些东西是不得了。好，那还有石头、木材和石块，好，所以这些材料非常的丰富，不仅预备硬体，还预备了人。所以大卫说他也预备了工人，有石匠，有泥水匠，有木匠，有熟练的工匠。这些一开始呢，我们从历代志上的17章，好，就可以看到，这是那时候的推顿17章。就这个泰尔王，好，泰尔王他要送这些给大卫的时候，送给大卫的时候，好，就有派了这些的木匠还有石匠，好，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来帮助大卫来建造，好，所以现在大卫有这些的教导，他也有自己训练出来的工人泥水匠，所以呢，大卫就对所罗门说，你还要多加预备。
因为有这么多东西，但是对大卫来说还不够，所以大卫告诉年轻的所罗门，不要再打电动了，不要再睡觉了，不要再玩了，要多加预备，要建造上帝的殿，然后呢，现在就开始吧。所以要趁着年轻就开始，愿上主与你同在。这一台是一个 3.5 吨的货车，大概就是3450公斤，3450公斤。那金子呢，黄金就是光这个车子呢，就有1000台的重量。大卫预备，我们现在不要说金子，就光1000台这样的车子都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数目，更何况这些都是金一样重的黄金。然后呢，银子呢，就有这样的车子3万台，所以1万台1000台的这样的金子，那1万台这样的车子的银子，然后还有无数的铜、无数的铁，还有香柏木和石头，所以大卫的预备呢，真的是花很大的心力，也要有很大的地方来存这些东西。那有人认为不可能，但这个圣经，如果我们这样读下来，是圣经的话，是可信的，好，我们再读最后的3节，17到19节。大卫命令以色列所有的领袖帮助他说：“上主，你们的上帝，一直与你们同在，是给你们四境平安。他使我征服从前住在这地方所有的民族，这些民族现在都归顺你们和上主。你们要全心全意侍奉上主，你们的上帝。”开始建造圣殿，这样你们就能把上主的约柜和所有用作敬拜的圣物安置在里面。以上。好，谢谢。谢谢。那刚才那个是推罗王泰尔，这是在第14章历代志上的第14章第1节地方。那泰尔王呢，他不仅送给大卫王有香柏木，甚至还派出他们推罗这个国家的石匠、木匠来协助大卫建造宫殿。所以大卫有很好的朋友，还有很好的国际外交。好，那这些来攻打大卫、欺负大卫国家的，大卫都有办法来制服，来征服、来治理他们。那最后呢，大卫不仅告诉所罗门，还告诉所有的领袖要来帮助所罗门。那他对这些领袖们说：“上帝与你们同在，上帝要给你们平安。”这个平安就是透过这个大卫的后裔所罗门一直到耶稣基督。并且呢，大卫也已经完成前面辛苦的地方，让这个国家的东西南北前后左右的居民现在都归顺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黄金？前面就有提到16章的时候，17、18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索巴王索巴王他那边就有很多的黄金，还有很多的铜。那所以大卫就是透过战争，然后得到这么多的物资和材料。但是大卫告诉这些领袖要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并且要开始建造圣殿。大卫很显然就是迫不及待，希望赶快开始。不过呢，我们如果继续读到历代志下，或是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大卫死以前呢，在他死前呢，这个圣殿都没有开工而是大卫死了之后，所罗门当上国王，而且所罗门当上国王之后的4年，那才开始来建造圣殿。所以所罗门还是花很多时间在预备。但是呢，最后说大卫的心意是，为什么要早点开始？早点完工，这样你们就能够把上主的约柜和所有用来做敬拜的圣物就安置在这里。所以大卫的心意就是不用再跑去这边有拜约柜，然后再去基遍那边再去献祭，而是就通通移到耶路撒冷，在大卫城，在亚摩利山上，就在这个基列耶琳的在这个叫做耶路撒冷的地方，在这锡安山来敬拜上帝。所以这是大卫最终的心意。所以读了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在上一章差一点就要被毁灭的天使、灭命的天使给消灭掉，但是因着大卫及时的披麻认罪悔改，脸伏于地，
也再次让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被拯救、被救赎，而且也成为一个上帝允许在这边献祭并且敬拜的地方，也成为建造圣殿的地方。所以真的是耶路撒冷因祸得福啊，因祸得福。所以有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刻，其实后面有更大的祝福。而这个圣殿呢，用 3D 电脑画出来的时候呢，在所罗门盖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效果。就是用这些的凿来的石头、运来的外面的铜柱，这个铜还有这个铜海，这都是用吨为单位的。然后进去里面呢，都是金的，这也是用吨为单位的。那因为大卫预备的黄金那么样子的多，所以里面大概是不需要用那么多的黄金呢，但是呢，大卫预备是非常足够，包括一切的器具等等。那我们也看到。大卫在他年老60几岁65岁，在我们来看就是退休的年纪，但是退休的年纪呢，大卫依然继续的为上帝的殿在努力，所以即便大卫征平了4边的国家，他仍然用他剩余的人生还有精力倾全力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不管他是打战得来的，或是买卖得来的，或是人家其他国家向他进贡得来的。圣经说大卫全部都把它拿来当做预备圣殿的这一些的器材材料。而且第三，我们也看到大卫他对所罗门的诚实，面对自己的儿子讲出他不堪的过去，但是大卫也告诉所罗门交代他要吩咐他为上帝建造殿宇就是建造神的殿。那所罗门也要同样的吩咐他的儿子然后世世代代都不可以离开上帝的话，要谨守勇敢。但是我们看到好像这些的历代志下章历代志下然后一直到最后面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好像没有看到几个王他愿意交代他的儿子要遵行上帝的话，反而是大卫交代的最多，其他都没有看到像大卫这样子认真的交代他的孩子。而大卫也祝福他的孩子要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所以大卫不是对大卫来说，读上帝的话跟打仗哪一件事情比较害怕呢？可能对大卫来说，要好好的读上帝的话是需要刚强壮胆的，因为这是在我们今天读的22章的13节若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惶。这是指同一件事情，就是读上帝的话呢，要有信心；读上帝的话，不要怀疑；读上帝的话，要刚强，要壮胆，就得亨通得亨通。所以从上帝的话上面呢，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在读历代志也是一个训练，是一个挑战。因为真的太不容易消化，不容易理解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故事。但是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最后大卫还命令所有的领袖要跟所罗门一起同心建造上帝的圣殿，就是这个事情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大家要一起同心合意，所以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大卫留下很好的榜样，很好的典范，也留下很好的画面。那这是在整个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看到最完整的部分。之后呢，真的是很少有王能够超越大卫，几乎说在圣经当中没有。一直下一位呢，就是像耶稣基督。到了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呢，就又和大卫是不一样的方式，但是呢，他就活出了什么是君尊的祭司，然后是尊贵的君王，然后是神的祭司，又是先知，又是君王，又是祭司，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盼望从今天的信息、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今天不是只有建造圣殿，我们要建造的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建造就是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不管是年长的、年幼的、年少的，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就是上帝的殿，就是圣灵的居所。我们要互相的帮助，上帝为我们预备许多的材料，预备许多的上帝的儿女和子民和百姓，而我们要同心合意，要起来建造
现在就起来，而不是不要等到年老退休。好，大卫是趁年轻的时候就努力的打拼，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所预备积存的，好，真的是无数的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仆人大卫如何用心的来准备上帝的殿宇的建造。今天我们上帝也耶稣也将大使命托付给我们，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并且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都要吩咐我们都要教训别人来遵守，并且上帝要应许要与我们同在，如同大卫应许上帝要与所罗门同在一样，直到世界的末了。帮助我们在读上帝的话语上面，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要勇敢坚强，并且就会要得到亨通。也祝福我们的下一代由我们这一代来为他们预备，让下一代能够得到上帝加倍的祝福，并且能够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更加的坚定。我们现在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我们明天见。平安，平安，牧师，谢谢牧师，大家平安。